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由1809年历史的苗栗县万里公有人脉市场，9月14林天宫发生火烧屋，市场主体建位有到路烧坏脱的，客家市场为一般的摊商受到损害，因也对为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。事情发生过后，也对摊商整理辞旧费，希望将市场的所有权人万里镇公所来打合，我因也对全块去请市场，还有摊商販売临时沙滩的也对问题。本来9月底镇公所要去表白，不过现在有民众同苗栗县政府提报，希望将万里市场列作古迹，来做文化资产保存。县政府系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梳理提报，将市场列作强天古迹，也引起业镇公所的不满，认为按呢做会影响到变数整理。所以万里市场对采天人来讲有嘛个加成呢？也对摊商后续的权益问题又有哪点呢？大家对販売的万里市场又有嘛个新的想象呢？就带大家向下来了解。9月14日林天宫火烧屋，同苗栗县万里镇公有市场部分的建物烧呛呛，市场都风70人嘅摊内做清弄里弄来，谁知道一到成年爱叫毛毛姐。5点10分进来还不晓得，然后开始做的时候，那个师傅5点25分进来说着火，那时候一下子就有听到那个小怕的那一下。火烧屋过后，到亚洲城里嘅人不是为转去市场看那摊内嘅情形，万里有名嘅2间小食店，每地也摆台风当中烧呛呛。这工作台啊里面啊，这边就是我傍晚是在家里做，这边是做汤啊，做酱料都是在里面啊。这家36年了，哎呀，就是几秒钟都没有了。有名小食店嘅第3胎陈美芝，转到家乡来接做工也无几久，没想到火烧屋同3胎人嘅心血烧呛呛。此时第万里市场睇嘅记，明显市场空嘅生活就特别有感觉。幼稚园就在这边跑来跑去啊，他平常会帮忙收碗啊，招呼客人，空闲的时间都跑到巷子里面到处乱绕，这样里面还蛮好玩的。事发之后很多天也都是会一直梦到火灾的事情，心情也蛮复杂。以前感觉较干，每一天只要若是来到这个市场，就有迄个活力。为什么今日这个市场烧去啊？阮个记忆已经拢烧掉啊！我是希望讲有能力的人紧过来改重建。互咱这个地方，佮互伊这个较有，应该是讲这个地点，佮互伊愈繁华起来。唔知爱那勇士将为起歌去好势，本单同也60个人，今年3村失足都系问题。伊到摊商管加批签临时嘅摊内，无奈个东南市，不过没有人动好彩。9月2號，一張剪刀長插嘅水煎包，係依度萬里人食早天初歸食嘅經典好美食。我們全家都靠這一攤啦，3代了啦。3代了做。一部3腿人就意思買祖傳來落實，火燒屋嘅人，已經做阿公嘅頭家柯面聰，做地公到天公東下，東河福氣就到市場附近呢，水道一看店面。他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这边的2家要出租，你赶快去找啊！我9点多钟，火在烧，我就出来找。马上打电话给那个老板，老板住在台北，他说我今天没有办法，明天我会下来跟你签契约。按好彩簽到臨時店面，不過阿伯講還係希望轉型野菜做生意嘅老蔬菜萬里市場。我希望是重建了，我们回去那老地方做啊，生意是已经做了好10几年了，我们也是要赶快建起来，回去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做，大家都希望这样做。不過唔係打生意都按好彩，市場空老牌嘅涼麵店，頭一推頭家用總數錢未成走馬輪。
上到加拿大将接来做家下，还重新总封高嘅凉面店，本钱就喊忙传转来，就硬后。让给他做差不多3年啊，可是他里面装潢还有花的很多钱呢，都还没有归本回来，像这样子就烧掉了。对，我每天都5点多，我都到这边开车到这边来看。这个店面是我公公帮我找的，我是希望说，我可以从这边还在改起这样子。唔希望火烧报告後嘅萬里市場就安尼無停。佢所也條談上成立CQB，希望市場販賣做得再高都也去過。文化如何把它保存下来，让它不是一个因为这次的大火，然后它是一个结束。109年它没有结束，它的文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它必须要再去延续、延承下去。所以我们就很想说，它是不是可以在它原有的建物里面再去重塑109年以前的建筑物起来，然后它有一个教育意义的存在，有文化教育的存在，都会有。我希望它是一个重生，而且并不是一个结束了。火燒過後，有意道嘅食物，有嘅促銷，有嘅快遞，觸風罷博。舊年代本單鎮公所已經愛同並市場嘅勢頭冒出去本年來並，3有年同亞萬里市場提報本苗栗縣政府公係估計，將文化資產保存法今年12場時嘅就可以簽訂估計，直至到3冇辦法前市場，10月初2苗栗縣政府文管局帶定12名員，為去現場勘察家下萬里鎮公所就動不滿。那我問你啊，你們認為暫定古蹟幾時開放？哪一個是不能動？你要告訴我們啦。縣長，我沒有說不能動，我們也想。你這個講啊，你不能佔為古蹟，不能動啊，動了就處理會影響啊。我們也想要解決問題。那怎麼解決啊？我們在最快的時間找委員來現勘。來了就怎麼解決啊？所以我們在最快的時間找委員來現勘。萬里鎮總議比列做簽訂估計，就錢唔得，市場同附近嘅環境，強拍會行卡粗、行卡律本，可以冇辦法對談送交代。因為牽涉到很多法令，就是那個保火險的，那鑑定沒有出來，我們不敢亂動，因為我們很急，裡面很多那個肉品的東西、腐蝕的東西都在裡面，突然間縣政府來一個說暫定為古蹟，然後今天來會勘沒有結論，那遙遙無期，哪一塊是古蹟都燒毀了。不過苗栗縣政府表示，市場列做簽訂估計，行嘅做地起錢，鎮公所行嘅會做到管理維護嘅責任。文化資產保存法並不去規範你要不要清那邊的垃圾，它主要的部分是說，你屬於建築物的部分，像是掉落的磚頭，好，然後燒焦的木結構，或者是現在僅餘的那幾面磚牆，你不要去把它，你不要再去破壞它，你不要把它運走。這樣就可以了，並沒有說像大家所理解的，你成為暫定古蹟，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。我念一次給你們聽哦。文資法第20條，暫定古蹟於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，運於管理維護。管理維護包括做合理的清運。火燒報告後19日10月初4，鎮公所總算開業說明會，未邀請苗栗縣政府文管局向下來出席，討論運用嘅內情。迄些處理好勢。好，規地攏清去，咱再來研究講，是要哪用，是要講文管局講要找另外一個所在，臨時攤販可以打，環境污攏給他處理，安尼好無？好不好？我們向中央爭取到這個整建的計劃以後，那這個牆或者是就說我們磚造的牆，如果目前10月7號開會出來，它還沒有具有古蹟的價值，但它未來是啊。未來它會有古蹟的價值，那真的再回來看這面牆，大家都會有記憶，都是曾經火燒過，所以文化的保存，我們不要把它狹窄化。除了市場共享衛生嘅問題，談上CQB未提出訴求，已經其他條嘅契約搶到今年12月底，韓國正中延期就會到會，佢所希望鎮公所做地先來同其他條打契約。
因为你约到年底，你临时安置所一盖下去，他们建设又要花个20-30万，补货啊、订柜子啊、水电啊，都还要再花很多钱。那假如约到年底12月就到了，就没有再延长，或者是下一任的镇长他不签了，那不是在火灾之后又再一次的伤害到他们了吗？除了后续大企业嘅问题，持有委员提出，佢哋販賣上位同市場去當用嘅，佢哋認為火燒屋留下來嘅意圖，進一步同目前嘅結構，做地同意識無就教育結合起來，來本大家看到歷史嘅價值。我是覺得說，這個地方可以之後做我們的一個就是遺跡的留存啊。那基本上它可以做一些表演啊，或是文化藝術，我覺得是非常具有歷史性的。如果是做一個表演台的後方，是非常具有延展性也好啊，歷史的延續性都好。對，我是覺得非常具有保存價值。也從萬里共有人賣市場，由109年按叫為，見證萬里人百公年來嘅崇明成分。雖然見過火燒屋，唔過有地位表，還係看得出日本大嘅用嘅。萬里嘅文史工作者就尋到歷史資料同市場本地嘅設計圖，來說明建築嘅特色同價值。它當初有練瓦牆，還有主管、飲食館、劇賣所，他們都是有練瓦造，練瓦就是紅磚，就是以現在翻成現在來講就是紅磚建築。對，它就是一個主體是紅磚建築，然後下半部呢有一個蛇紋岩的洗石子，它的屋頂就是由木建構所架構成屋頂，搭配上水泥瓦來覆蓋這樣子。整體來講的話，它就是屬於日本時代的紅磚練瓦造的一個建物。火燒屋前嘅出價，萬里菜地後生人，成帶定其他菜地嘅後生人同太後生嚟做有關萬里市場嘅田野調查，出題做樣相資料，未測量展覽。火燒屋過後，每套市場嘅附近內進行展覽活動。那我們當時馬上想到，覺得可以做的事是，把我們之前8月暑假做的這些成果跟一些老照片的收集，還有這些已經被燒掉的攤販的照片，可以做呈現。我們就用一種快閃策展的方式，在菜市場附近的一些機林地，或者是騎樓下做擺攤。佢哋行同展覽帶到台北華山文創園區，用老相片同市場嘅模擬，幫大家看到本日老市場嘅方法，大幫按樣嚟同萬里嘅調探所加油。可能過去像那些攤商阿伯阿姆後來也跟我們要照片，因為他們說過去這些東西他們都不知道那麼重要，認為是很平凡的場景。可是當燒掉之後，發現他竟然都沒有記錄。對，那我們也是把這些照片啊跟記錄都送給這些阿伯阿姆，希望說他們在大火之後可以慢慢的走出來，那可以站起來。呢當然用行動嚟支持萬里市場嘅探索，唔過市場火燒屋過後，後續嘅環境同社會問題等等會更加嚟解決。故所苗栗縣政府同10月中期開嘅第100有形文化資產審議會議，備控建議萬里市場還可以維持簽訂古蹟嘅成分，建議保留限取嘅專利表同木造結構，在國內查清楚嘅文化資產嘅價值。縣政府未表示，無論簽名結果還係古蹟模，其實針對還留下來嘅東西，按用嚟保存，還可以有更多種嘅方式，都有彈性。像國外很常見的做法，以殘基保留的方式，我們來保存這個東西。那可以就是使用新舊建築嫁接的方式，把它保留在新建築裡面。你可以作為展示用，或是作為一個殘基保存的，就是現況殘基保存。你把它放在戶外或是室內都是可以的，讓它成為就是新建築物的一部分裝飾。就是我希望不管它是不是被指定為文化資產，它都有它可能的保存方式，而不是只有拆跟不拆這麼非黑即白的選項。苗栗縣政府考慮到安全，並唔建議投本地嘅素材嚟設臨時嘅攤內。韓國為處古蹟效力，投半年內同政工所談判理調查研究，前晚高庭年3月的前會在國會審議會議討論簽名結果。
社區會面希望政工所更加雷同其他嘅攤商，簽到合適嘅蔬菜嚟做生意。唔過按道嘅攤商還係希望管理市場，無論販賣會用哪種形式嚟保存，都唔希望管理市場現在一擺豐收貨嚟本人填標題，還係希望同本地嘅蔬菜再個起來。希望可以保留一些东西，可以跟我们的子孙说，我们曾经一家几代在这里打拼养活这个家，它真的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。